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捌讲过，有人赛车一个吊车，亲像是文太师到绝龙岭，就是进无步退无路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个读做绝之挖绝第8条记绝的绝。读绝这是读文音，绝的意思就是长去或者是无去。咱讲是交情长去，也就是绝交，也就是讲断绝往来。另外，无希望、无愿望，也就是绝望。也个无情、薄情，咱讲是绝情。足水的景色，古早讲是绝景。最高峰也就是绝顶，若是绝路无步，会当讲是绝头。另外一定，咱讲绝对安怎？若这个鼻音读做这意思共款。新闻讲到某一款的动物死了去啊，咱讲是死者。另外死者嘛会当形容讲足安怎？像讲足歹，会当讲是歹甲死者。也个有动物物种消失去无后代，咱讲是绝种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成绝，这个意思就是尸体记绝；第二个词读做绝望，也就是无希望、无愿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阿明即届拄到打击，写绝大家关心；落尾拄到贵人甲伊开破，因为本来绝望，正做开始出现新的希望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绝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这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